想感受廣州千年古都嘅人民氣息，仲想品嚐最新鮮美味嘅本地荔枝，又想喺呢度體驗最舒適嘅養老生活，呢個夏天就嚟月圓啦！喺泰康之家，日日就好似度假，快樂咁樣享老就啱啦！喺呢度，我哋有各類應接不暇嘅社區活動，仲有各種有趣嘅俱樂部，精心設計樂泰學院嘅課程，無論係乒乓球、話劇、太極、合唱、掃讀，每一日都十分之充實喎。要健康啦、安全啦，嚟月圓就啱噶啦！1+N 嘅團隊專業呵護你嘅生活起居，大到突發疾病，小到生活起居，服務團隊都會喺第一時間幫你解決問題嘅。配套月圓醫院為你嘅健康保駕護航，讓你足不出戶就享受醫療團隊為你服務。呢度唔單止係老年迪士尼，更係長輩們嘅療養勝地，適老化設施隨處可見，拉繩報警令到你更加安心，每一個角落都可以得到及時嘅救助，仲有智能居民卡、付款啦、報警、通話等功能一應俱全，令你喺呢度更加便捷安心。要特色美食嚟月圓就更加啱啦！喺月圓，美食唔單止係未來嘅享受，更係健康生活嘅藝術。社區以營養為基礎，美味為靈魂，適老為本嘅核心，打造出融合嶺南風味與現代營養學嘅膳食類體系，讓每一位長者從灶台邊解放，喺舌尖上重拾生活嘅詩意。除咗食得美味，更要食得健康。營養師根據長者身體特點，打造低鹽、低糖、低脂嘅健康食譜，所有嘅食材都係可以揾到嘅，每一餐都係營養健康新鮮嘅養生宴。再暢享荔枝，嚟月圓就更加啱啦！妃子笑、桂味、糯米糍，各種新鮮嘅荔枝令到你食到飽。特色嘅美食可以過嚟使，呢度唔單止有荔枝宴，仲有唔同舌尖上嘅享受。喺荔枝節上更有詩詞歌畫手工等居民作品等你欣賞，咁樣嘅荔枝盛會，你唔想參加於其中嘛？心動不如行動，喺呢個夏天嚟月圓旅居，開啟享老新生活啦！拜拜。